廣東話你聽唔聽得明啊？有觀眾問我說沒有聽過我說廣東話，所以這一集全部用廣東話講。其實我講廣東話呢係我嘅母語嚟嘅，好多人都唔知其實我係喺香港出世，唔係香港大。咁爹哋媽咪係台灣人，佢係喺我出世前一年，即係1982年就移咗民過去香港。咁我係喺香港嘅新界嘅一個叫地方叫荃灣，係港安醫院出世嘅。出咗世之後呢，一開始呢就住咗喺銅鑼灣一陣嘅，因為幼稚園讀完呢，我就去咗荃灣啦。我係好細個已經知道我自己唔係香港人，因為我爹哋媽咪呢係高雄人嚟嘅，所以我嘅父母呢，佢哋講嘢嗰陣時呢係用台語嚟溝通嘅，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嘅就係我第一個語言識嘅呢其實係台語，但係呢，出到街嗰陣時呢，聽啲人講廣東話呢又聽唔明呢，所以其實我一開始呢係好憎香港。我媽咪呢係帶我去幼稚園嗰陣時呢，即係去做見下老師啦，咁就會佢問我呢，我就乜都唔識嘅，即係我會同我阿媽講話，我呢啲人呢完全都聽唔明嘅。interview嗰陣時呢，個老師呢就攞嗰啲刀啊叉啊俾我話呢個係咩嚟㗎？刀啊、槍啊、pad 啊，我全部都係講台語嘅。咁個老師就同我阿媽講話：周太啊，你個仔咁呢，唔係講國語呢，佢哋好難明。所以我頭幾年嘅幼稚園都係好辛苦。咁啊小學咁啊冇問題啦，一讀小學6年班要補習睇電視，所以 TVB 嗰啲劇集慢咁睇，即係天王嘅歌一路聽，同啲 friend 全部都係好似香港人咁相處啦。跟住籃球啊呢啲啊、游水啊啲運動方面呢，同埋我啲文化嗰啲呢，英文啊嗰啲都係好比較偏香港，所以對好多人嚟講，佢哋唔明白我到底係咩人。跟住而家喺加拿大嘅即係住喺度嘅年紀已經超過晒我喺香港住，所以都當自己都係加拿大人。所以呢個就係我嘅自己一個故事，好想知道。我個 channel 好似冇咩香港人睇嘅，全部都係啲台灣 friend 度。有嘅話留言啦，我嗰幾個小學朋友。Thank you。